咁今次我哋呢條短片就會為大家介紹呢個學生資助計劃嘅，係邊個呢？就係呢個。FAMA 係代表我哋兩個，我就知啫。呢個英文字又代表咩呢？佢咪就係代表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簡稱 NLS。NLS 主要係配合 TSFS， 以貸款嘅形式協助學生交學費嘅。申請人咧係唔使經過入息同資產審查，亦都唔使提供資產做抵押嘅。NLS 嘅申請資格同 TSFS 一樣，合資格嘅同學可以獨立申請 NLS， 亦都可以同時申請兩個計劃。要符合 NLS 嘅申請資格，申請人必須係註冊全日制學生，而有關嘅學額係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或公帑全數資助嘅。同時，申請人亦必須擁有香港居留權，又或者喺課程開始前，申請人或佢嘅屋企已經喺香港連續住滿3年。聽落你都幾好記性嘅喎。剪接嚟嘅啫。詳情咧，你可以問翻你嘅院校，睇翻份申請指引，或者去到呢個網址度睇清楚嘅。咁究竟申請人可以借到幾多錢呢？如果同學只係申請 NLS， 最高嘅貸款額係同學嗰個學年要交嘅學費。如果同學同時申請 TSFS 同埋 NLS， 最高嘅貸款額係要視乎 TSFS 最高嘅資助額而定。同學最多可以借到佢喺 TSFS 攞到嘅資助同嗰個計劃嘅最高資助額之間嘅差額，但係唔可以超過 NLS 嘅最高貸款額，即係申請人嗰個學年要交嘅學費。NLS 同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即係 NLSPS 之下會設有一個合併終身貸款限額，之後個限額會每年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調整。所有發放嘅貸款將會計入呢個合併終身貸款限額。呢個限額不屬循環性質，亦唔會因任何已償還嘅貸款而獲重新計算。值得一提嘅咧係呢個計劃係以無所損益同埋收翻全部成本咧作為基礎嘅運作㗎。申請人咧要跟當時嘅年利率為借咗嘅貸款俾利息，而利息咧係由發放貸款嗰日開始計起喎，直至申請人還晒所有貸款為止。即係話讀緊書嗰陣已經開始計利息㗎啦。老豆啊，我諗住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嚟交學費，等你哋唔使供得我咁辛苦。攞嚟睇下。咦，同政府借呢筆貸款要俾利息嘅喎，唔知利息點計喎？申請指引入邊有講㗎。呢度就話咧，免入息審查貸款嘅年利率係等於政府無所損益利率加埋一個風險調整利率所得出嚟嘅。而風險調整利率係用嚟抵消特區政府發放無抵押貸款嘅風險㗎。呢個貸款年利率係浮動㗎，即係可加可減。我哋只要瀏覽職學處嘅網頁，就隨時都可以知道最新嘅貸款年利率㗎啦。哦，原來咁。咦？本指引呢度又話申請貸款仲要交咩行政費㗎喎？係啊，如果我哋要借呢筆貸款，由首次遞交申請開始，直到還清所有貸款年累計利息嘅期間，每年都要向學資處繳交一次行政費，用嚟支付學資處處理申請同管理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嘅全部成本。咦？而家供養一個子女真係要花好多錢喎。阿仔啊，我養到你咁大，我都決定要收回成本啦。由今個月開始，我決定俾少啲零用錢你。仲有啊，你將來畢咗業出嚟呢個社會打工，你嘅人工要上繳，知道嗎？老豆，唔係啩？喺度我又要提醒各位同學啦，雖然申請 NLS 係唔需要通過任何入息同資產審查，但係貸款都係嚟自公帑嘅，所以同學喺遞交申請之前，一定要睇清楚申請指引，同埋千祈唔好虛報資料啊！哎呀，嗱喺呢度咧，我又順便一提啦，就算同學係冇交到 NLS 嘅申請表咧，只要你申請咗 TSFS， 你都可以喺 TSFS 嘅申請結果通知書上面
知道你可以借到嘅免入息審查貸款額㗎。嗱，咁同學交咗申請之後，幾時先知道結果呢？一般嚟講咧，假如申請人填報嘅資料同埋證明文件齊晒，學資處會喺收到申請之後嘅3個星期之內，將申請結果寄俾申請人㗎。如果申請人想接受貸款，就要遞交一份承諾書、離場契據及其他所需證明文件。不過，我建議大家接受貸款之前，先到職學處網頁嘅計算機，大約估計日後需要償還嘅金額，計算清楚日後嘅負擔，諗清楚自己嘅需要同埋還款能力，先決定要唔要接受呢筆貸款，咁就最醒啦。嗱，咁同學交晒所需文件之後，又點樣攞到錢呢？學資處係會將同學接受咗嘅嗰筆貸款直接發放俾佢哋嘅院校，用嚟交佢哋嘅學費。如果筆貸款唔夠交嗰期嘅學費的話，申請人就要自己諗辦法交埋餘額啦。至於還款方面，貸款同利息一般要喺貸款人完成課程之後嘅15年內還清。第一期嘅還款到期日通常係喺貸款人畢業之後下一年嘅1月1號或者係7月1號。如果貸款人喺畢咗業之後嘅6個月都仲未收到還款通知書，咁就要快啲聯絡學資處啦，因為冇依期還款係要俾預期利息㗎。嗱，若果貸款人呢，因為繼續修讀全日制課程，經濟困難或者患重病啊，而喺還款方面咧遇到困難咧，佢哋咧係可以喺還款到期日之前，用書面方式向學資處咧申請延期還款嘅。為減輕有實際還款困難嘅貸款人嘅還款負擔，獲核准延期還款嘅貸款人可獲免息延期還款及延長整段還款期最多2年。嗱，最後我要提醒大家 ，NLS 批出嘅貸款同 TSFS 批出嘅生活費貸款，兩者嘅利息係有分別嘅，大家可以因應各自嘅需要，選擇申請適合嘅計劃。